好，来继续来看台湾首庙天坛举行着健行的活动，总长是3.6公里，以祈福为主题，毋忘下当保庇台湾。台南天坛举办第3届健行活动，台南市长黄伟哲嘛亲身出场来起鼓。今年因为台湾发生真济天灾，台南伫咧年初阁有南西地震，7月有风灾，8月有大雨，所以健行活动为永年古迹巡礼改做是祈福来做主题。今年有1000多人报名参加，希望让信徒能够走出庙城，走入人心，用行动传递祝福，用脚步连接善念。所以我们希望为台湾祈福，为我们家人，为我们的社区，为我们的城市祈福，祝福大家。今年的健行活动路线3.6公里，参加民众会去孔子公庙、甲武庙等等6夜所在收集平安符，代表祝福，嘛毋忘台湾的百姓平安顺利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